Hello，大家好，又係 RA 波馬中環嘅節目時間。2026至27年嘅呢一個英格蘭超級聯賽，終於喺呢個8月21號晚星期五晚嘅凌晨，由第一場波上屆冠軍嘅阿仙奴去迎戰呢個上屆嘅升班馬高雲地利呢場波，而開始咗今年嘅一場競爭激烈嘅英格蘭超級聯賽賽季。咁好啦，今個禮拜其實呢，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賽事嘅。咁但係我哋呢，今晚主要呢一場賽事，即係呢一周嘅賽事呢，我哋呢係會揀一場都幾受大家注目嘅賽事。咁呢一場賽事就係紐卡素喺主場聖詹士公園球場就會面對住利物浦。兩隊波今年都有好多相同嘅地方。咁有主力走咗啦，咁亦都有呢個領隊嘅更換啦，咁樣。咁好啦，事不宜遲，咁我哋就睇下今年呢兩隊波紐卡素同埋利物浦喺個球員上邊同埋嗰個領隊方面嘅改變係會有啲乜嘢大家值得注意嘅地方。咁我哋去片先。好啦，一嚟先講下利物浦先。咁利物浦喺2026年嘅6月正式宣布，將呢個上季使咗4.17億去買人嘅領隊。呢位領隊犀利啦，先後高價買入咗伊薩、沃斯、伊傑迪基、卡卡斯同埋呢個謝利美菲林龐呢紮球員啊，都仍然未能夠攞到英超冠軍。咁都唔使諗啦，一向以英超嘅慣例，你使咁多錢都買唔到人呢，就一定係要落台噶啦。咁6月正式宣布佢落台之後，好快喺大約6日之後就正式宣布呢位上季帶領呢個班尼茅夫有相當之亮麗成績嘅領隊，呢個西班牙籍嘅教頭伊拉奧拿正式走馬上任，成為利物浦今個球季26至27年度嘅新領隊。咁原來呢，伊拉奧拿呢同呢位新領隊呢，原來呢同呢個利物浦嘅體育總監理察曉士呢都相當之熟悉嘅。原來理察曉士喺班尼茅夫嘅時代曾經一手提拔呢個伊拉奧拿，由呢個教練啊，跟住又副領隊啊，咁一路係咁上，直至到佢執掌咗呢一個班尼茅夫嘅。咁原來兩位咧之間呢就有咗一個咁微妙嘅關係，咁唔怪之咁快6日之內就已經可以達成協議，可以走過嚟就係上任利物浦嘅領隊啦。咁除咗因為佢係有個咁好嘅關係之外啦，咁當然啦，大家都睇到啦，佢帶領班尼茅夫喺近呢2至3季嘅成績呢，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喺一個限米煮限飯嘅情況底下，都仍然能夠可以帶到球隊有咁亮麗嘅成績，咁呢樣嘢呢，亦都真係要值得係俾啲掌聲呢位領隊㗎。而至於呢個伊拉奧拿嘅戰術運用方面呢，一向佢上季帶領呢個班尼茅夫攞得呢個第6名呢，其實最出名嘅打法呢，佢都係 high pressing 嘅，即係呢個高位搶壁同埋侵略性嘅踢法呢，都係呢一向備受讚賞。咁上季呢，呢個伊拉奧拿呢就帶領班尼茅夫有咁亮麗嘅成績啦。咁佢至於嚟到利物浦之後呢，佢已經公開表示咗啦，佢會繼續都係沿用翻呢個踢法去迎戰其他嘅英超對手。咁亦都表示呢，陣容方面係需要增兵嘅。咁所以呢，今季呢，佢都會喺呢個新球季裏面積極部署，不斷係咁買一啲好嘅人。至於利物浦嘅人腳方面，今屆呢，佢哋嘅陣容呢都有幾重大嘅變動，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啦，幾名主將沙拿、羅伯臣同埋哥拿迪呢3位主力呢，就將會呢係約滿之後離隊。咁沙拿大家都知啦，佢就會去咗呢個土耳其嘅超級聯賽特拉布中繼續效力，繼續踢呢個，佢就係繼續佢嘅職業生涯。咁至於羅伯臣呢，咁佢亦都係因為約滿，咁就會轉會去呢個熱刺，咁亦都好好彩啦，喺翻英超繼續可以有球隊落班咁樣啦。咁至於啦呢位哥拿迪，咁好多我嘅利物浦擁躉嘅朋友都話呢，呢個呢其實長期都已經講話呢個係後防炸彈嚟㗎啦。咁真係呢，
今次亦都真係約滿啦，咁正式真係自己離隊，咁就會去呢個皇家馬德里嘅，就以免費身份咁過去。咁有冇正選呢？咁真係應該可能都未必有噶啦。不過如果攞嚟打歐聯，攞嚟替補下對下一啲二三線球隊呢，我諗佢個作用都應該係會有嘅。至於新加盟嘅球員方面，呢位6000萬英鎊身價法國 U21嘅中堅積基係將會代替干拿迪嘅位置，來季係夥拍呢個隊長雲迪克防守中路嘅。而至於第二位巴塞隆拿借入嘅烏拉圭防守球員朗路阿拿奧河，咁呢位如果有睇開西班牙聯賽嘅球迷呢，都會知道咧，呢位球員呢能夠可以勝任到後防多個位置嘅，咁主要都係作用啦，我估計都係咧應付歐洲賽事啊，或者可能咧頻密嘅賽期入邊呢，有一位能夠可以踢到幾個位嘅通天老倌呢，咁的而且確呢，對球隊嘅幫助亦都真係好大嘅。咁至於失去咗沙拿之後，咁今季嘅前線呢，就引入咗呢位前皇馬嘅青訓產品，咁曾經亦都效力過奧沙辛拿嘅西班牙翼鋒域陀蒙路斯，應該冇讀錯啊！咁呢位利物浦嘅新星呢，係將會咧代替沙拿嘅位置踢翻個翼鋒啦。咁佢個特性呢，就係速度相當之快，技術亦都相當之好嘅球員。咁至於佢嘅埋門嘅質素有冇沙拿咁犀利呢？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啦。咁至於利物浦呢，想收購巴黎聖日耳門嘅法國球星巴高拿，仍然喺價錢方面呢都係爭持不下嘅，咁所以呢，睇下呢能唔能夠可以成事。如果真係可以成事的話呢，咁對利物浦嘅進攻方面呢係有一定嘅增強作用嘅。紐卡素上季只能夠以第12名完成佢哋嘅英超球季，咁亦都失落咗佢哋歐洲賽嘅資格，咁所以艾迪賀維咁就教咗5年，結果呢都係要離開呢個紐卡素。雖然佢為球隊帶來咗70年來第一個杯賽冠軍，即係聯賽杯冠軍，咁但係亦都好難去彌補翻佢呢幾年執教紐卡素所遇到嘅一切嘅困難同埋逆境。咁樣，所以喺以球隊嘅利益為先嘅情況底下，咁佢哋都選擇離開。咁自從2021年呢，呢個中東財團入主咗紐卡素之外咧，咁佢哋嘅招攬人啊同埋買人嗰方面咧，吸引力咧始終都唔及傳統嘅 Big Six 球隊。咁好似今個夏天咁樣啦，佢哋多位嘅主將，或者可能以上一季計啊，咁多位嘅主將啦，包括哥頓啊、東拿利啊、基馬尼斯啊、伊薩啊嗰啲，全部咧都俾人高薪挖走。咁而且喺個轉會市場上面咧，打算收購啊伊傑迪基啊、石斯高啊、蒙路斯啊、森比文迪呢啲咁嘅球員呢，全部都係被其他球會截胡嘅。咁所以艾迪何為即係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呢，都有啲心灰意冷。咁所以都決定離開咗個執教5年嘅紐卡素。而紐卡素亦都隨即宣布以38歲嘅德國籍教練雅斯里擔任新嘅領隊，簽約4年，去代替艾迪何為嘅位置。根據翻英傳媒嘅報導啊，紐卡素其實呢已經向雅斯里佢之前執教嘅沙地阿拉伯球隊吉達艾亞里咁支付咗個950萬英鎊嘅解約金嘅。咁呢，佢雅斯里亦都表示能夠教到紐卡素絕對係一件無比嘅榮譽。紐卡素喺球壇之中係一間頂級嘅球會。喺當其時與佢接觸嘅時候，球會係有雄心壯志，係有未來遠景同抱負，都深深都打動到佢自己嘅。咁雅斯里呢，其實喺2021-23年球季呢，亦都曾經帶領過奧地利嘅薩爾斯堡連續贏2年贏得聯賽錦標，跟住佢自己就轉戰咗去呢個沙地阿拉伯聯賽，亦都試過2個球季帶領呢個吉達艾亞里贏衛冕個亞洲足協杯同埋精英聯賽。咁紐卡素嘅總裁學健士呢，對呢個新嘅領隊呢都充滿信心。佢話雅斯里呢都係一位歐洲球壇上面一位年輕有為嘅教練，咁非常嘅歡迎加入呢個大家庭嘅。咁至於佢能唔能夠可以
比呢個艾迪賀維更進一步，帶領咗紐卡素去進軍歐洲賽，甚至乎可以攞得多更加嘅榮譽呢？咁就要拭目以待啦。隨住艾迪賀維呢位協助紐卡素打破咗70年錦標荒嘅教練離任之後，紐卡素預計將會進一步被拆骨，而陣中多名嘅主力球員已經係心灰意冷咁有意咁離隊。咁當然啦，第一位大家都好熟悉，一定係哥頓啦。咁哥頓就會由呢個紐卡素轉會去呢個巴塞隆拿啦。咁而東拿利亦都係以一個相當之高嘅價錢由紐卡素轉會去熱刺。咁最近期大家另外一位一定係好清楚啦，就係呢個基馬尼斯已經係轉咗會去紐卡素，亦都已經喺呢個慈善盾呢個社區盾社區盾已經上過陣。咁而家嚟緊嘅，亦都係有一位呢，佢哋嘅左閘球員賀爾啊，呢位呢已經係俾好多球隊睇中咗嘅一位年輕新秀。咁呢位球員呢，而家呢最有大機會呢，就係要可能會以6000萬鎊呢，就加盟呢個曼聯嘅。咁即管再睇下紐卡素嘅球員方面，會再有咩調動，或者其新任嘅領隊亞斯利會唔會買到一啲更加高質素嘅球員翻嚟，去替補翻呢幾位離隊嘅核心成員啦？好，又嚟到呢個心水推介嘅環節。咁我哋今個禮拜呢就會介紹2場英超賽事，一場呢就會喺星期六晚，另外一場呢就會喺星期日晚嘅。咁首先啦，我哋又講翻頭先嘅主題賽事。咁呢場主題嘅賽事呢，就會喺呢個8月23晚星期日嘅11點半開場嘅。咁就會係呢個紐卡素對利物浦啦。咁睇翻兩隊波啦，咁頭先都介紹過，亦都經過咗今個夏天佢哋翻天覆地嘅戰術重組同埋換球員嘅情況底下，咁我覺得呢，始終紐卡素呢一邊呢都係會麻煩少少，因為始終啦，安東尼哥頓啦，呢個東拿利啦，同埋呢個古馬尼斯，即係基馬尼斯，咁啊亦都被呢個其他球會收購咗。咁始終真係成條脊椎啊，即係你個中間嘅進攻嘅核心啊，咁樣呢都俾人哋掹走咗。咁變相地呢，對佢哋嘅影響係真係好大嘅。雖然啊，佢哋有哈菲巴尼斯啦，同艾蘭加啦呢啲個快速反擊嘅球員喺度，咁但係始終就算嚟緊嘅有新嘅球員，都只不過係需要大家一個磨合期。咁夾唔夾到，真係都要睇一睇時間咁樣。咁相對地啦，對手嘅利物浦呢，咁利物浦就換咗伊拉奧拿啦。咁伊拉奧拿一向大家都知嘅啦，咁佢都係以一個高強度同埋逼搶嘅戰術咧而聞名嘅。咁雖然咁啊，球隊入邊呢，伊基迪基會缺陣，但係呢，伊薩同埋域斯呢兩個咁有創造力嘅球員，就足以令到呢個紐卡素呢喺重建當中嘅防線呢，可能都會疲於奔命嘅。咁亦都啦。係因為要完全融合呢個伊拉奧拿嘅整體搶逼戰術，都可能都需要時間。咁所以預計咧呢場波呢，利物浦如果計呢，就應該係一場6-4波，就利物浦6係會高啲嘅。咁但係呢，就估計入球可能會未必多，因為始終真係季賽，大家兩隊波又係新磨合期。咁樣咁就我哋嘅心水推介就半場波膽0-1，利物浦領先翻入更衣室啦。咁啊4.35倍，咁我覺得呢一個係較為會合理啲嘅賽果嚟嘅。咁就呢一場波，咁我哋就俾呢個咁嘅心水推介先啦。至於第二場嘅心水推介，我哋係會推介呢，響呢個8月22號星期六晚7點半開波嘅，由後城主場迎戰呢個曼聯嘅。咁事隔9年之後啦，後城呢終於呢都翻上去呢個英超，咁亦都憑住佢哋喺呢個升班附加賽入邊呢1-0擊敗米杜士堡，就取得呢個升班資格。咁樣呢，喺呢個夏季方面呢，呢支球隊呢就似乎好似呢喺賣人嗰方面呢就唔係太過積極嘅。咁仍然啦係沿用翻佢哋嘅班底啦，例如好似佢哋嘅神射手啦，奧利華麥比利啦，同埋呢個祖謝克特啦。咁啊呢兩位貢獻咗18球同15球嘅射手啊。咁啊
仍然係留 keep 住呢一班咁嘅人呢，就去呢個英超呢，就繼續作賽啦。咁而佢哋嘅領隊呢，查基諾域呢，旗下呢亦都好多傷兵啊。咁今季喺呢個季初，咁佢哋嘅球員啊，譬如好似北蘭特啊、呢個手田精英啊同森班奴呢，啲主將呢，今次呢亦都真係冇辦法上陣。咁好多球員嘅上陣成疑嘅情況底下呢，喺呢一季初呢，就面對住一班咁強勁嘅曼聯呢，咁似乎個防線呢就顯得就相當之脆弱啦。咁至於曼聯嗰方面呢，咁啊卡域克啦，終於呢憑住一個好亮麗嘅成績，咁啊大17場曼聯就贏咗12場，咁有咁亮麗嘅成績，咁結果呢亦都令到佢哋喺舊年嘅英超聯賽啦第3名完成咗，咁亦都可以今年呢可以重返歐洲賽，咁亦都俾咗卡域克幾個名分，就俾佢坐正嘅，帶住曼聯去嚟咁呢個26至27年嘅球季啦。咁樣呢，曼聯呢現時嚟講呢，球隊入邊呢傷兵呢亦都唔係太多嘅。咁以佢哋呢而家嘅攻擊力，有色斯高啊，呢個古亞啦、潘奴費南迪斯咧，再加上安保姆呢，呢4位咁出色嘅進攻球員嚟講呢，咁呢一場波望落去個牌面呢，就似乎侯勝呢就真係會幾麻煩啦，真係要守得住個城先得啦啊咁樣。咁我哋呢，就呢場波呢，咁就推介呢，就都係較為保守少少嘅。我會覺得呢，季初曼聯呢，始終呢都係嗰個狀態呢，可能呢都未必咁快可以提升到最 top 呢去打呢個英超聯啊，或者去打呢個歐聯咁樣嘅。咁啊慢熱少少，咁我估計咁應該1-0。咁希望後程啊，憑住季初嗰啖氣，即係有好多啲英冠球隊都係咁樣噶啦，都係靠啖氣咧去頂住。咁啊，希望頭一場唔好大敗得咁肉酸啦。咁啊，上半場1-0俾曼聯帶住翻去更衣室先啦。咁啊，我哋較為保守啲嘅一個推介。咁呢場波就係我哋嘅心水推介嚟嘅。好啦，節目嚟到尾聲啦，都係嗰句，希望大家多啲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節目，咁就都希望可以盡快出多啲片啦，咁可以繼續做好啲，咁令到個節目個內容更加豐富，咁就你哋嘅支持，對我嚟講係一個鼓勵嚟嘅。咁樣，咁就下一次我睇下有冇辦法喺馬季之前呢出一個短嘅節目，即係可能5至8分鐘到介紹幾隻來季呢都可以留意下嘅香港賽馬嘅好馬啦，咁樣係啦，咁樣睇下夠唔夠時間做啦。咁啊都好多謝大家今集嘅收睇，咁啊多謝晒大家，咁我哋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